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咱的野球世界12强，咱台湾队是以4胜1败分组第一届拼24强超级循环赛，全体队员今日随拼到东京全力备战。这队长陈杰宪嘛表示，因大家一定会尽全力去拼，替台湾摕到好成绩。出战世界12强棒球赛4强复赛。台湾队19出发去东京，全员穿西装真笔直，19同机场听候真久的球迷一直呵乐，嘛大声喊加油。加油！然后就是相信，就是大家都可以得到就是超乎期望的表现，就像前面几天一样这样。队长陈杰宪代表发言，头一个动作就是把机票摕出来，希望去东京的球迷朋友，把东京巨蛋当作台北大巨蛋，安尼加油发出声，选手会真拍拼，摕到好成绩。我们拿到机票很开心啊！我们的努力得到的收获就是进复赛的。我们今天能够穿得很帅，然后穿着西装，然后很光荣的、很骄傲的坐飞机去东京。我们会很努力，100%的为台湾拿下好的成绩。台湾队25场摕到22分，红布朗有14分，投手合作5场敢若60分，是美组失分上少的队伍。袂亲像较早，若输球气氛就歹，牛棚颠倒无法度斗支援。投教练跟林彦平跟王建民，他们的一个对于选手的掌握，那也让选手们发挥他们的一个优势，让每一个人上场的时候都可以安定的去在场上表现自己的战力。21年后，国在晋级全球升棒顶级比赛争4强赛。21开始，台湾队对委内瑞拉、美国甲日本要进行超级循环赛，争取冠军赛机会。第一场要对委内瑞拉，中职现役洋将统一赛王牌投手圣基斯，副帮悍将的富兰哥甲罗哥拢在内。如果真的是圣骑士的话，或不管后面你包括罗哥、包括弗兰哥上来，你就当成是好像职棒的那种对战，我碰过的人这样的方式在打就好了。球评指出，台湾队复赛3场比赛拢是客场，这2天各互人安排伫中岛进行，其实影响无大。第一场上重要，爱拍赢，那是对着熟悉的中职洋将，台湾队爱搁较高好好掌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前总统川普进前，伊就甲话讲甲真硬，讲一定要甲非法移民拢总赶走。即马选调啊是公开呛明讲伊绝对是讲会到做会到。就因虽要宣布紧急状态，会动用联邦的力量，针对第一，这法院已经下令爱马上离开；，搁第二有犯罪记录、有案底；，搁第三就是中国人是已经做兵年会这个非法移民，拢总是袂使搁留，而且会动用美军来甲你赶走。一旦就任，国会通过，随要实施。针对这20年来美国2大政党争论未衰非法移民的问题，共和党伫当时替参众两院倒数了后，川普进前公开宣布，要宣告全国紧急状态，各动用移民局等联邦执法单位，配合各州警方大规模处理非法移民，各将因赶出境。必要时阵也动用联邦军队，包含伫陆地协助执法单位，加为海上防止偷渡客等等。NBC 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先赶走对象包含非法入境的中国籍100查甫人。事实上，川普伫顶一摆总统任期内底，都将这项计划列为重点。My plan expedites relief for legitimate asylum seekers by screening out the meritless claims. If you have a proper claim, you will quickly be admitted. If you don't, you will promptly be returned home. And if for some reason, possibly political, we can't get the Democrats to approve this merit-based high security plan, then we will get it approv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when we take back the House, keep the Senate, and of course, hold the presidency. 我伫川普顶届总统任期代理移民局局长的霍曼伫非法移民问题顶悬，甲川普共款是做鹰派，也是川普重回白宫了后，被提名负责边境安全的最高指挥官人选。另外一个得到川普介意的是前任威斯康辛州众议员达菲。
已被提名做运输部长，搭配为2010年到2018年连任各界众议员。卸任了后，转去电视圈发展，主持福斯电视台的财经节目。搭配对川普严管非法移民的政策是正赞成，也在众议投票支持相关的立法。伊是为国防部长被提名人赫格赛斯了后，搁一个可能入阁的福斯新闻网的主持人。公司新闻7家人朋友。今仔另外一边，这罗西亚甲乌克兰已经战1000天啊。风声讲，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准乌克兰会当用美国战术飞弹去拍罗西亚。这法国甲英国嘛拢同意乌克兰会当用因的飞弹。因另外一方面，这罗西亚有北韩的军队来作战，战争恐惊搁再扩大。针对美国拜登政府批准乌克兰使用美国制的陆军飞弹战术系统打击俄罗斯领土，各国则被批评美国外游南汇，佮威胁俄国要伫乌克兰使用新型武器。Знаете, пока есть публикация в западных СМИ, но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уходящая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в Вашингтоне. 美国的陆军飞弹战术系统 ATACMS 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射程有300公里。过去年外，乌克兰一直咧使用这套系统作战，不过攻击目标仅限制伫个乌国被占领地区的俄国目标。反复进行固执放行，都是烦恼战争升级。不过面对川普上台了后，可能停止援助乌克兰，必须拜登伫射程进前做出重大改变。But right now is an important time. With just 60 days left in the administration, Biden is trying to throw everything he can to help the Ukrainians in this war because he doesn't know what comes next with the Donald Trump administration. 到伫美国政府了后，英法两国也对咧同意乌克兰使用能够研发射程达到250公里的暴风影密装旋翼飞弹，对俄罗斯进行深度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警告，若温准西方武器用伫攻击俄国领土，莫斯科会将这看作是北约直接参加乌克兰的战争。另外，俄国也捌为红线，其中一寡红线已经被超过，包含提供乌克兰现代战车甲喷射战机。不过，无致使俄国甲北约爆发直接冲突。前乌克兰外长则被强调，美国放行长途飞弹打击俄国，会彻底改变战局。不过，姚长官认为，华府甲即马才开放裁定是已经上过班，对有效改变战局未产生明显的效果。明年1月20日，川普上台了后，是不是马上中断这项政策，也是未知数。公司新闻警员评评。再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同款是拍未收煞，加沙四界拢是长离倒壁，咧欠物资，尤其是南部社区的难民，拢着要对放弃的厝壳内底乌衫来买，换物件来食，才勉强活落去。以色列为拜日开始密集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甲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区，真主党犯人遭到杀害，巴勒斯坦至少有34人死亡。在加沙南部的约翰尼斯市，目前生活物资欠缺甲真严重，民众想要伫个土石堆当中找衫，希望因摕来卖换食物甲其他资源。这顶个月25才遭到轰炸。摧毁大量的建筑物，即马四界拢是土山，放伫土块衫甲鞋啊，大部分拢是为土石堆的空棚内底挖出来。原本主人已经被地死伫土石堆下骹，也就是倒地倒来倒去。يعني لو إن الأكل موفر والشرب موفر أنا صدقني بطلعها لله يعني تفرقش معي يعني بس الضيق اللي إحنا فيه خلانا نبيع أواعينا عشان ناكل ونشرب في النهاية. 加沙真紧就要进入冬天，真侪人只有短袖袜啊、甲短裤，需要衫甲被。更较要紧的问题是，倒位用找到食的物件。除了食饱以外，还有爱有大个所在。以色列超过1年轰炸，已经摧毁加沙地区70%的面积。真侪有老无厝的民众被迫住伫布棚内底，不过因为加沙冬天是雨季，天气上寒有6度。为避免布棚潮湿，甚至因为大雨引起，有民众想要用70年前的旧工法，掺黏土甲水做砖啊，搁贴壁。这巴勒斯坦人表示，伊囡仔讲安尼比布棚较温暖。من هنا من الدار تبعتنا ومن اللي وقع من السور تبعنا لملمت شوية أحجار حوالي 700 حجر وبنيتها وظبطتها هنا وكحلتها بطينة وكويسة وهنا يعني الأولاد بقول لهم كيف يابا بيقولوا أدفى من الخيمة.
为去年10月7日开战以来，以下战争已经进行408天，造成44000人死亡，18万人受伤，人民人数超过170万。虽然经济部一个介入调停，不过战火犹原无停止的现象，老百姓苦难唔知什么时阵才能结束。公司新闻有备准备报。欧盟甲南美洲南方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推动25年啊，双方是拍算伫咧 G20 峰会顶悬搁再谈判，不过却引起法国农民的全国抗争。这原因就是出伫咧这份协定顶头，南方共同市场就是巴西、巴拉圭、阿根廷甲乌拉圭4国所组成的这南美洲上大经济组织。双方是拍算要讲定针对这农产品甲部分工业产品。进口去欧盟会使关税优待，会使减扣9成，而且拢要遵守欧盟的规定。这法国农民就批评讲，这根本就是无正当的削价竞争。法国总统马克宏已经表态，讲农民会当放心，这份协定伊是绝对袂签。50多岁法国农民将废料甲卡车开入市中心，搁大声吹喇叭，为到直接将农业废料倒伫市政厅头前广场。法国农民工会18透早，为今年1月控诉环境政策甲法规上过严，地区竞争无公平了后，佮发起围堵道路的全国性示威运动，因反对欧盟要伫G20峰会顶悬，佮一摆甲南方共同市场的4个成员国巴西、阿根廷、巴拉圭甲乌拉圭谈判，共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减少特定工业甲农产品9成以上的关税。法国农民讲，这项协定是无正当的竞争，而且烦恼到安尼，欧洲门户大开，无遵守欧盟规定的俗价农产品会大量进入法国。On ne peut pas dire aux consommateurs, vous allez consommer du poulet avec des activateurs de croissance interdits en France. Vous n'allez pas consommer des bovins qui sont poussés avec des hormones. Enfin, c'est un non-sens majeur. 法国总统马克宏是伫G20会议顶悬2摆向阿根廷总统米雷伊表达法国反对这个协定，而且向农民发声，表示法国绝对袂签署即马这个版本的法案。Ensuite, on continue à avoir des intérêts, on ne veut pas se fermer. Donc nous, on veut protéger notre agriculture. On a une agriculture de qualité qui a fait beaucoup d'efforts. On veut faire la même chose que ce qu'on a fait sur d'autres traités. Et moi, je pense qu'il faut repenser la relation avec cette sous-région. On va vendre de l'automobile, on va vendre des services et on va brader l'agriculture. Ben, je vais te dire, pour moi, c'est non. 虽然法国强烈不满德国农民也有反对声音，不过欧盟甲南方共同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得到德国政府、西班牙等成员国支持，而且希望用伫今年底进行签订。因为限制衰退，欧洲企业亲像德国都希望透过协定，向南美洲国家出口车、机械、化工或者是药品等。南方共同市场国家是向欧洲出口更较侪，亲像麻糖米、芳米甲黄豆这食品甲农产品。所以这个协议，互外界经体是用车换马。公司新闻新竹报编译。香港民主派初选案，香港47人案是香港头一件有关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主因是2020年香港初选，民主派公闹提过半，就要否决任何预算案，互港府袂顶袂当。47位泛民派人士有45人被判刑，上重有判到10年。一大堆民众聚集伫香港的西九龙法院，等待香港47人案宣判，都是民主派初选案发生伫2020年。一港办国安法上到咧规模上大的案件，洪指控讲，迄当阵办初选的时阵，我协议讲，若民主派当摕到过半的席次，会无差别来否决预算案，互港府无法度运作。当作47个泛民派人士，洪指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落尾是45个人被判刑，刑期4年到10年。其中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前副教授戴耀廷，被看作是主谋，嘛是第一级的首要分子，被重判10年。前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被则是积极参与者，判4年8个月。对这种判决结果，香港辩声青年是大骂讲，不管被告敢有认罪，还是纠正，拢无法度来改变判决。香港的司法独立已经乌有去。香港政府的国安法指定法官所指定的，也没有就香港人作为一个陪审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次本来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审讯。那当然，其实看到这个结果，我们其实
对我们来说当然是非常的悲痛，而且是一种非常愤怒的一种心情。香港47人案变作香港第一件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方小天讲，有真侪人还未审判确定，就已经被羁押到3年。中国提出国安法，透过大规模的判刑，抬价架构，政治迫害就敢若是港版的228，要阻挡香港的民主运动。学者认为讲，台湾爱会记得香港惨痛的教训，看清中国政权袂当相信。这样的一个香港一国两制，它的政治的破产，让台湾老百姓明显的看到，中共这个政权它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政权。好，一国两制下，香港50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但2020年香港国家安全法实施，23年就完全变了。我们呼吁香港政府应该保障自由人权。停止对民主派人士的政治打压。总统府回应讲，会持续声援香港，透过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来提供支持。嘛谴责中国拍50年未改变的承诺，证明一国两制不可行。刘委会是呼吁港府停止政治打压，把关押的人士放出来。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伫美国纽约曼哈顿市中心，同款是发生类似随机杀人的事件。这有案底这51岁家酒不明原因摕刀仔就向路边民众乱抬乱堵，造成3个人死亡，已经被警方抓起来。曼哈顿东河边的犯案现场有封锁线，警方无用翕相存证。纽约18发生连续随机杀人的案件，一个51岁的嫌犯伫2点半钟内连续攻击3个无辜民众。头一个受害者是36岁的建筑工人，伊当时徛伫西19街瓦近哈德逊河的一个工地，莫名其妙叫嫌犯举刀仔毒死。2点钟后，凶嫌行去东30街附近，佫杀死一个伫东河边钓鱼68岁查甫人。30分钟后，伫联合国总部边佫有第3个人受害。Our third victim is described as a female black, 36 years old. She is stabbed multiple times throughout her body. She is brought to Cornell Medical Center, where she is currently in critical condition. 当时，一个计程车司机拄好看到发生第3件事件，随甲警方报案。凶嫌随去互人逮捕，佫伫个身躯敲出2支木灰的菜刀。He is a male Hispanic, 51 years old. He appears to be undomiciled. He has 8 prior arrests, last being for a grand larceny, October of this year. 警方指出，这个嫌犯是家友，有真侪届切刀互人逮捕的记录。几个月前捌互人定罪判刑，啊，毋过是安怎？伊还佫会当伫街头杀人，目的是啥物？也有待后续调查清楚。纽约市长表示，这件随机杀人的事件凸显司法体系甲心理医疗体系有漏洞，啊，毋过嘛，同时显示出治安的警讯。疫情期间，纽约地铁捌真侪届发生随机攻击RA事件。今年以来，暴力案件有增加无减少。为了防范地铁变做治安的压角，纽约州长捌伫今年3月加派1000个国民兵加州警伫地铁系统巡逻。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昨因为风台尾影响，风影受大，金门小三通的船是停开。等到今仔总算开船啊，这水头码头一透早是客满9,000位民众买票等船帮。听说有人昨天晚上滞留在这里，今天早上候补，5点钟在这边等候补。我750号。750号，有没有希望？有希望补的。从12点45分开始候补到现在，目前已经到4点半的船位。要候补到700人。咱继续来看劳动部劳法署北分署的员工行底路，外界就咧怀疑讲应该是工课上犯欺负。劳动部公布调查，承认讲这员工长期的工课量真大，受到极大压力。这分署长贾义良管理不当，这情绪控制嘛是不当，降职调离开关单位。致上我们最深的敬意与歉意。劳动部长侯培山甲政务处长柯传成向社会大众回示咧，本来因为保障劳工权益，劳动部所传出下骹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一职员起诉首长官集中霸凌，10月彻底办公室行底路，即马公布调查结果。他长期面临工作的压力，亲身往前的10天，发现他非常早到办公室，有时候甚至5点多就到办公室，然后很晚9点10点才离开，就被赋予各种的资讯的任务。调查小组用报写名方式对分署全体人发问卷调查，啊，不过长期超时工作量伤过大是事实。分署长向伊用的管理方式，情绪控管被认为确实不当，工作会主管职。署长的他会有咆哮、侮辱、贬低、
同仁的这些行为，让同仁精神压力非常的大，甚至也有同仁因为这样子自己去看心理咨商医生。前部长柯文春伫面车写，迄时阵无伫第一时间怎进行，表达失礼甲遗憾。北分署当天是透过新北市议员黄淑君转达，成为社分署长指示调离现职，不过也烦恼等代志淡化了后，会阁启用。再来的职务绝对不会再滥用职权，因为他没有权利了，他会变成幕僚。对律法署长期正式编制人力报告问题，公务员业务量暴增，胡培山表示会向行政院争取原业，尤其是资深人力。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泰国的华布里市是出名的高城，不过即马这高已经拖了伤济。当地政府原本是要甲伊严严咧绑起来，才放落去。不过顶礼拜所200只高集体走出来，这行政车随着破功。这阵高山有人是跳起哩路顶，有的人是咧跳粪扫桶。警察要抓高，佮叫交通的来支援。关公出名的高城，即马高是拖了伤济只，毋来互相冤家抢只，佮开始去破坏人的物件，甚至会攻击人。当地政府想尽办法要控制这高的数量，不过这第一局看起来是输甲甜甜。美国上大间的属价这航空公司金星航空，因为疫情到达继续了钱，这债务的问题嘛无再调去解决，和北京公司的合并案，搁再讲袂成。这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股票嘛要对立落市。美国上大属价航空公司精星航空营运状态还未对疫情了后恢复，伫大型的航空公司嘛拢抢在推出正俗的票价，这种竞争之下，精星航空是面对正大经营的压力。而且以来，因股价已经落超过90%，会当看出美国航空业的前景嘛是拢有市场风险。经营属价航空要20档的精星航空，是最近10几年来第一间申请破产的大型航空公司。2022年本地是计划要和星出航空来合并，所以捷纳航空介入破局啊。不过捷纳嘛因为反独占的心渣，加上精星航空超过25亿美金正大条债务的压力，在2023年1月宣布和精星航空的并购案破局。精星航空失去公司订租的好机会，无法度去补债务的破口。和最近的持有人达成协议了后，提出申请破产保护，接落来因公司的股票嘛会落市。根据真侪间外国媒体报道，精星航空是得到3.5亿美金的股权投资，而且甲7.95亿美金的债务转换做订租了后公司的股票。最近持有人阁会提供1条3亿美金的贷款，帮助公司来完成订租，按算在明年第一季结束破产的定数。另外一方面，伫个100个国家和全美国50个州，拢有驻地记者的美国第一大通讯社美联社，因为受到美国2大媒体甘尼特抱团和麦克莱奇公司退订的影响，造成营收减少。在成本的考虑之下，按算会裁减约1/10工作职务，差不多有8%的员工会受到影响。美联社伫个对内的备忘录顶员工会对自愿离职的员工发遣散费，裁减计划该经过新闻媒体工会表决了才会准。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